最大的政治力量是疫苗的力量。疫苗，这件事情为什么我现在可以说？因为澳洲政府已经把它说出来了。澳洲政府在今年9月1号，在他们自己的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看到，他说，澳洲反对伊维菌素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说，怕大家去吃伊维菌素，不打疫苗。今天如果你每个礼拜吃1颗，你不会感染，你会不会想到去打疫苗？你不晓得3年5年以后，这个疫苗以后的后遗症是怎么样 ？Long term 的一个安全，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因为疫苗都是 UAE 嘛，这是 emergency use 所谓 EUA 都是 EUA。王明居副院长已经提到了，他说有些实验，事实上就是疫苗厂商来放的，来出钱让这个医生来进行这个临床试验，就是要证实伊维菌素无效，因为他把它 study design 就 design 成这个样子，然后再发表在 JAMA 全世界最好的医学期刊上面，然后美国政府就用这个 JAMA 的研究结果说伊维菌素无效，所以大家都不要想，这个 study 就是由疫苗厂商所资金赞助的，这个是很黑暗的部分对。现在美国几百个医生写信跟JAMA抗议说，这么烂的 paper 你还发表，没有用钱 money talks 好不好？这个是这样所以这个后面有很大的一个政治跟这个利益集团的力量在后面如果回去有机会看到我上面写说，希望政治人士能够出来呼吁政府做，我里面有写这段，我没有写得很清楚。当时我就发现说后面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看得出来就是为什么政府不愿意做。